怎么待在房里不出去啊？我今天的表现，顾总还满意吗？刚才英奇的何总来找我了，说你今天表现得非常不错，因为你的一番话，对星云和星灵湖都感兴趣了。真的？你说的是那个拍了《风骨奇谭》的英奇？嗯，我就说我很厉害吧？哎，万一他们真的给你投资的话，你是不是得给我分点成啊？你今晚的表现呢，是挺不错的。刚才何总也说了，你那气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小明星呢。那还用说？你知不知道，我以前啊可是南城小公主呢。我每次过生日，我爸巴不得把全城有头有脸的人都请过来，那排场可比这大多了。这种小颁奖典礼只是小 case 而已。这是你吊牌吗？我刚刚不小心弄坏了。穿完了就想退回去啊？怎么可能啊！一件礼服而已，我又不是负担不起。那就好，原本还想说，让公司给你报销呢。好啊，求老板报销。你不是说……我真的买不起，而且我本来就是来参加星云的活动的，又是来演你的未婚妻，按协议，甲方本来就应该承担费用。那你乙方的专业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那衣服去找蒋小川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昨天听了你未婚妻的演讲，我真的很佩服顾总这种不忘初心、想做好作品的人。要是方便的话，可以把星灵湖的资料发给我看看。没问题，我这就让助理把资料发给你。英奇是业界的小宠，如果能跟英奇达成合作，一定能为星灵湖增色不少。你放心，我们英奇绝不会错过一个好故事。谢谢何总，合作愉快。再见。再见。哎，青青躲厕所一上午了，不知道怎么了。不会躲着哭吧？我刚看她眼睛挺红的。这谁知道啊？反正她这2天特别没精神，心事重重的。哎，那还不是被……这家伙一整天都心神不宁的乱跑，难道是不舍得离开我？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现在泡咖啡都泡出心得来了。好，那就先这样，拜拜。蒋小川是过2天就回来是吗？对啊，我们都说好了，他一出院就来解救，接替我的工作。那你好好跟他交接工作吧。Yes sir， 顾总。建清啊，女主老板这个人物一点特色都没有，加点特点。特点，特点，特点。
果然来源于生活。